你而家過緊嘅生活，其實就係你以前做錯決定，好似利疊利咁滾大嘅結果。我喺救護車上面見過太多慘嘢，追翻上去，全部都係由一個錯嘅決定開始。你以為嗰陣時係小事，但係利疊利會將佢放大，變成你人生解唔開嘅死結。高認知唔係話你知得多嘢，係你嘅判斷力夠唔夠準。我睇 UCX 技術，從來都唔聽啲概念點樣包裝，淨係睇臨床數據同失敗率，因為數據唔識呃人，失敗率先係真相。好多人做決定，成日俾啲包裝得好靚嘅概念呃咗，跟住個聽落好似好勁嘅方向去走，但係佢哋從來都唔問呢樣嘢試過幾多次，死咗幾多人，成功率有幾多。你唔問呢啲嘢，其實你係將自己條命交俾一堆未經驗證嘅概念。呢個就係低認知。高認知嘅人會逼自己睇穿表面，直達核心數據，用最冷靜嘅邏輯去做最關鍵嘅判斷。佢哋唔會俾情緒包裝或者群眾壓力影響決定，因為佢哋知道錯一次可能就係10年。做選擇本質上就係揀人，你揀錯咗圈層，就好似入咗間央企溫水煮青蛙，好穩定咁廢咗你。你以為好安全，其實係慢性自殺，因為個圈層會塑造你嘅認知天花板。你身邊啲人點樣諗嘢，你最後都會變成咁樣諗。你入錯圈，學到嘅係點樣射博辦公博上位，唔係學點樣解決問題。你日日見到嘅係點樣穩穩陣陣過日子，唔係點樣令自己更加值錢。你以為你揀咗一份工，其實你揀咗一個會慢慢食咗你野心嘅系統。所以選擇唔係睇啱唔啱，係睇會唔會廢咗你個人。所有決定到最後淨係睇一條，佢會唔會令你成為一個更加值錢嘅人。人揀啱咗，個選擇先有意思。你揀嘅公司、圈子，甚至係伴侶，全部其實都係喺度篩緊你會變成邊種人。如果嗰個選擇令你3年之後更加貴、更加清醒、更加有實力，咁就啱啦。如果佢淨係令你更加安全、更加舒服、更加唔使諗嘢，咁你已經開始倒退啦。所以下次做決定之前，問自己一句：呢個選擇會令我變貴定係變廢？人對咗，你先有資格贏。